大家好，我係堅持精靈1212，我做事有始有終，面對困難嘅工作，我一定會將佢做完嘅，而且我喺做嘅時候不抱怨，神情歡愉。我嘅毅力並唔係去執着堅持一啲唔可能嘅目標，真正有毅力嘅人係好有彈性同埋務實嘅。同學喺生活之中係咪都可以用毅力去達成佢目標呢？佢堅持每日都做30分鐘嘅運動，佢堅持改咗佢咬手指嘅習慣，直到佢成功。佢堅持每星期都睇一本課外嘅圖書，咁你就發現堅持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